哥，真有你的！虽是兄弟亦是臣，这句话正投了皇太极的脾气啊！在京代善哥哥这么一提，八旗上下都傳遍了。哼，你是怎麼想出來的？不但搞垮了莽古爾泰，還哄得皇太極樂成那個樣。哥，我沒說錯吧？說錯什麼？那句話你是哄他的吧？莫非你認真這麼想啊？當時我看到莽古爾泰無禮的樣子，我不知不覺，看你是不知不覺被他籠絡了。我沒有，只是四哥對我們。他對我們好，是為了壓倒三大貝勒。別忘了，皇太極那個人可是七彎八拐的督場，他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。我知道。明天是額娘的忌日，如果你沒有空去，還是有什麼別的顧忌？胡說！額娘的忌日我怎麼會忘記呢？我們一塊去。蘇沫兒，拉我上哪去啊？大汗等着召見我呢。別做事，耽誤不了你多大功夫就好。蘇沫兒，怎麼回事啊？哥哥要我問您。15爺送了一匹烈馬給大汗賀壽，這是什麼意思啊？豆豆怎麼老是故意跟大汗作對呢？真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。哥哥說，大汗對你們兄弟已經特別優容，可是12爺愚鈍懶散，15爺更是被寵壞了。大汗怎麼對他好，他都不領情。只有14爺您，大汗對您可是期望很深，您可不要自誤啊。你告訴玉兒，我知道了。14爺，您要記住格格的話，要謹慎，要上進。嗯。大汗。时候不早了，安置吧。玉兒啊，知道了。當你想做什麼，就能放手去做的時候，真是太好了。咱們過去的制度太過於簡陋，跟不上國家擴張的速度。范先生，他仿照明朝的制度，設立了6部，各派一個貝勒負責總理，各司其責呀。這太好了，玉兒真的為大汗高興。這6部之中呢，以行兵吏部最為重要。這是济爾哈朗，他沉穩謹慎，我把刑部給了他。岳托嘛，是個能征善戰的宿將，我把兵部給了他。至於這吏部呢，是最為難辦的。因為咱們新制初定，急需要一個睿智果敢的人才，方能推動的。大汗就是愛賣關子。吏部到底派給誰了？派給了多爾袞。哦，那大家一定會說他資歷不夠深。大汗這麼安排，一定有道理。我這是重用他，也算是考驗考驗他。設立了6部之後呢，那些紛繁雜亂的國事啊，也就能慢慢的理順了。大汗，還是不要太勞累了，早些安置吧。是有些年紀了，精神比不得從前了。我看大汗就不要再親征了，你就運籌帷幄，讓小貝勒們去沙場上磨練吧。常年征戰啊，真是累了。玉兒，告訴我，怎麼了？告訴我，嫁給我有沒有覺得委屈？這是什麼話？大汗是傲視天下的大英雄，玉兒能夠
服侍大汗，三生有幸。有的时候，这个答案我不满意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顺从我，敬佩我，相助我，可是我玉儿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，请大汗教导。不，你做的已经不能再好。只是从来没有問過哪個女人，嫁給我可會覺得委屈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這麼問。也許是因為你偶爾的恍惚，也許是因為你偶爾的愁容，也許是因為在不知不覺中，我越來越在乎你的感受，你的喜怒哀樂。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意什麼。你不在意名位，不在意賞賜，甚至不在意我的恩寵。我來，你歡迎；我不來，你卻也安之若素。這樣不好嗎？倒也不是，只是你這麼柔順，卻也從來不跟我撒個嬌，使個性子。啊，原來大汗是要女人撒嬌使性子。那也不是，你仿佛什麼都不在意啊。這意味着你也並不在意我。大汗，我什麼都不在意，正是因為我在意你。是吧，玉兒？小機靈鬼，先讓我愛上你的貌，再讓我愛上你的才，再讓我愛上……哎呦，我也說不上來到底愛的你什麼了。你這麼了解我，我卻摸不透你藏在心底最深處的思緒。很想你不只扮演好我的賢妻美妾，我更渴望全部的你，你的人，你的心。大汗，不要怪我。你要的心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就給了別人。我好害怕失去你，更害怕我從來就沒有得到過你。玉兒，爷的马，其他講說吧。走。副院長，讓我說，有什麼冤情慢慢說。大人，林父的丈夫原是87軍游擊，在出征多勒特布一戰中被打死了，無兒無女，就剩下我一個。今天官府到村子裡安護徵差，我家無人可當差，官府卻力逼我去，我實在沒有法子了，只好逃了出來。求大人給民婦做主啊！你丈夫是為國打仗犧牲的，這你跟他們說了沒有？說了好多回，日夜跪求，可他們就是不理睬我。你先回去，這事我會處置，一定給你一個公平的交代。多謝大人，多謝大人，多謝大人。這件事情讓我想到，每次出征都有戰死的官將士卒，他們為國捐軀，家裡的妻兒卻得不到應有的照顧。試想，以後還有誰願意奮不顧身上陣殺敵？這件事情如果沒有一個公平的處置，只怕難以平復87將士的軍心。行，就照你意思辦去。多謝大汗。好，多爾蒯。很多人說你年輕，資歷淺，不過這也是你的好處嘛，勇於任事，不墨守成規。果然，
我沒有看錯人吶。多爾衮絕不辜負大汗的期望。禀告大汗，兵部的軍情密報。拿來。臣先告退。既是軍情密報，多爾衮不宜預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一會兒想跟你好好聊聊。是。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死了，死在青海的大草滩上头。真的？是啊，他这些年被咱们逼得一直往西逃，这下終於撐不住了。這察哈爾部啊，是成吉思汗的嫡之後裔啊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跟號召力。收服了他，才算收服了整個蒙古。如今應該是林丹汗的兒子额哲在當家。咱們得好好把握這機會，斬草除根，以絕後患。多爾衮，大汗有何吩咐？這個重任就交給你了，領着豪格跟多鐸，好好把握這立功的機會去吧。多謝大汗，我早就等着這一天跟察哈爾算賬。行。不過你記得，百足之蟲啊，死而不講。這察哈爾部是咱們西邊最強的敵人。額哲雖然沒有他父親老大，但是你還是得謀定而後動，千萬不得躁進，不得輕慢的。是。14弟，你是所有親貴當中最出類拔萃的人才了。咱們雖然是君臣，更是手足，好好幫着四哥，四哥也會像小時候一樣，牽着你走，帶着你跑，一定會好好的陪着你成長為真正的英雄，啊！大汗放心，多爾衮明白。凡在前方作戰之八旗軍士卒官將，凡陣亡或重傷者，其家中減免除差役，特事。大汗值日上陣，吏部大人給百姓做一件大好事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哎，聽說這位14貝勒就要率領大軍出征察哈爾了，知道嗎？不知道。這麼一位喜軍哀鳴的貝勒爺，老天爺一定要保佑他旗開得勝，保佑，保佑。14叔，我们好不容易打到了這裡，前面就是額哲和他部屬安營的地方，我們現在不攻過去，還等什麼呀？我是在想，這一路上已經有好幾個林丹汗的福晉率領子女部眾來投誠，額哲說不定也知道大勢已去了。哥哥是想令他自動歸降。不錯，蒙古族散騎射個個都是好手。我們現在如果正面強攻，他們抵擋不住的話，就會像驚弓之鳥一樣的四散逃逸，我們未必追得上。尤其要是讓額哲給逃走，那就違背了大汗斬草除根的原意了。那麼該派誰去勸降呢？多多，我記得你有一個屬下叫南楚的，現在把他換過來。豪格，你統領全軍就地紮營，按兵不動，任何人不准擅自離營。這又是什麼意思？一會兒你就知道了。南楚拜見各位拜了。南楚，我在吏部的舊檔案裡看見你是額哲母親的弟弟，也就是他的親舅舅，我記得沒錯吧？是。不過，屬下絕對是忠心耿耿。你別怕，我要是懷疑你的忠誠，就不會讓你過來了。原先我就想，也許你的身份能夠派得上用場。現在有一件任務，也許很危險，不知道你敢不敢去？敢去。屬下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好，我命你去勸降你姐姐，還有額哲。是，屬下遵命。先別急，勸降也要有一個說法。我現在按兵不動，等他們見了你，才發覺八旗的大軍已經壓境，趁着他們心慌意亂，你告訴他們，只要自認自己的本領強過林丹汗，那不妨決一死戰。否則只有兩條路可走，一是向西逃
逃到山窮水盡為止；二是歸順大金，從此在大金的羽翼之下安享太平。你讓他们自己想个明白。属下懂了。去吧，一切小心。豪哥，你现在明白了我的用意吗？阿额尔苏太太后额哲台吉敬禀大金国八旗主帅，我等愿率所有部民归顺大金。请你转告太后母子，大汗一向仁慈宽厚，对所有来归的部众一向施恩厚待，请太后母子放心。太后母子特别向大金汉王献上宝物一件，以表降顺之诚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自秦汉相验之元代，用于号令天下的传国玉玺呀。传国玉玺。我把宝物一献，非常高興。哥，打開它。十四叔，那额哲可是降了？是的，方才你去巡营的时候，查尔的使者就已经到了。地上的降表，还他们晚上还要设宴款待我们。真的就这么容易降了？豪哥，你十四叔的胆识和智谋啊，胜過千軍萬馬，豈是容易的？两位叔叔勿怪，侄兒失言了。我知道你摩拳擦掌，等的就是這最後緊要的關頭，然而卻竟然一仗都沒打就勝了，心裡總覺得空落落的，是嗎？沒錯，我就是這個意思。大汗說過了，打仗是門學問，不戰而屈人之兵更是一門學問。你是勇猛的戰將，不過你阿瑪這兩句話，你一定要牢牢記在心裡，好好的琢磨。十四叔教訓的是。何乐慧，你去把那南楚叫來，他如果不來，就想辦法把他弄來，啊，千萬不要讓別人知道，我有話要問他。遵命。多多，今天白天怎麼回事？遮遮掩掩的，搞什麼名堂？哥，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？這是傳國玉玺啊！范先生不是講過嗎？漢人的歷史上，誰搶到了它，誰就是皇上。漢朝有一個叫王什麼的要搶，太皇太后不給呀，兩個人打架，腦袋都磕破了。你就是凡事不求甚解，稀里糊塗的胡說八道一通。那個人叫王莽。磕破的也不是誰的腦袋，是那個傳國玉玺，被擲在地上，摔缺了一個角。我只知道，誰搶到了它，誰就是皇上。哥，他現在可就在你的手裡啊！傻子，天底下有這麼容易的事嗎？這可是人家要獻給大金汗王。錯，哥，誰有力量，誰就可以是大金汗王。玉玺的事兒不難保密，咱們到了瀋陽，你就把玉玺搬出來，趁他們毫無防備，咱們就給他來個翻天覆地，怎麼樣？四哥即位都好幾年了，根基穩得很，
不要異想天開。你以為我沒有腦子呀，哥？這事兒我早想好了。咱們兄弟的三起義是兵強馬壯的精銳部隊，就算其他武器聯手，咱們一樣有打贏的機會。別說了，傅寒在天之靈，如果看見我們怎麼樣分裂八旗，自相殘殺，不知會怎麼傷心，怎麼怪罪。傅寒要是看到皇太極逼死額娘，強占漢位，搶走玉姐姐，才不知道會怎麼傷心，怎麼怪罪他呢？如今這方傳國玉玺落在你的手裡，我相信這是天意呀。這正是傅寒賜給你的，叫你以他為號召，奪回原該屬於你的漢位。哥，你看看他总可以吧？你看看总可以吧？你不是忘记了傅寒、额娘和玉姐姐吧？你不是被皇太极一哄一騙，就忘记了跟他不共戴天的仇恨了吧？你走，讓我靜一靜。启禀大汉，岳拓有要事面奏。进来。跟大汗道喜，方才刚刚接到兵部傳來察哈爾的捷報。真的？真的。除了多爾衮的書面告捷，還有專差親臨奏報。奴才何樂會叩見大汗。你是誰的麾下？奴才是鑲黃旗都統，一向追隨豪格貝勒。好，快告訴我，這場仗是怎麼打的？究竟如何？我八旗子弟的損失究竟有多少？托大汗洪福，察哈爾的太后還有他的兒子額哲已率部民歸順我大金。這一夜可謂是兵不血刃，我軍毫髮未傷。這怎麼可能？怎麼可能？啟稟大汗，豪格貝勒另有書信一封，囑我密呈大汗。哦。啊，何老会，你先下去歇着吧。岳拓，赏他500兩銀子。謝大汗。儿曾私下詢問勸降使者南楚，南楚只知額哲願獻一寶物以書成，不知其為何物。然二位叔叔未將此事告耳。是夜，有人聞得二位叔叔在帳中大起爭執。此間父老傳聞，元王時，順帝曾攜歷代傳國玉玺北守，200多年後輾轉落入林丹漢手中。若論額哲所獻，至寶無果於此。而疑心2位叔叔隱匿真相，意欲謀反，其父汗未雨綢繆，事先布置，以防萬一。如果他從側路追過來的話，我們這裡先埋伏；正面他主力部隊從這裡過來，我們這裡重兵在這裡是太湖城這邊守住。如果他從這個地方側路移位過來的話，我們從這兒再把他斷掉。就算他從旁邊2邊再進來的話，我們這2邊已部署人，就不信他能跑得掉。
玉兒，你说大汗这几天是不是有点奇怪呀？没有吧？怎么奇怪了？过去啊，再怎么烦难的事儿，也不见能这样啊。可不是吗？就好像那一次，阿敏背了涂永平，大汗也是这样，又狠又烦的样子。可是不像这一回，这一回，大汗好像多了几分伤痛和灰心。人人都欢天喜地，大汗还有什么不随心的？尤其是多尔衮，他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他现在可真是你的好帮手啊！恐怕我这番苦心全都白费了。大汗，他在说谁呀？莫不成是多尔衮？哥哥，您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不如再回去打个盹儿。兄儿，你记不记得，小的时候，老人们说过一个故事，是说一个叫什么传国玉玺的故事。传国玉玺，还记得吗？记得多少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是说元朝灭亡的时候，皇帝带着玉玺逃到了蒙古，从此下落不明。后来在100多年前，有一个牧羊人在草原上放羊，其中有一只羊3天都没吃东西，不停地用蹄子刨地。那个牧羊人很奇怪，然后就地一挖，就发现了那方玉玺。后来他把玉玺带回去给了部落的首领。再后来，好像说流落到了察哈尔林丹汗的手里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察哈尔，多尔衮会不会从察哈尔手中取得了这方传说中的传国玉玺？没听说啊。如果真有这么重大的事儿，不可能一丝传聞都没有啊。多亏了那只有趣的羊，我才记得这个故事。哎，哥哥，你怎么会想到问传国玉玺的事儿呢？是因为我听见大汗说梦话。说梦话？这所有的事情都太奇怪了，可又都串不到一塊兒來，真熬人呢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格格啊，那是往西院去的路。可不是吗？你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嗨，听说啊，西院的阿布说晴儿偷了他的金戒指，可晴儿呢又不认。2个丫头啊，又打又吵的好几天了都。察哈尔，传国玉玺，多尔衮，大汗，又恨又烦又伤心，还严阵以待。苏儿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把所有奇怪的事情都串在一起了？是吗？我刚刚说什么了？哦，对了，我是说，阿布说晴儿偷了他的金戒指，晴儿不认，是这句啊。快去打听十四爷何日班师，大汗交营又定在哪一天？交营前晚，十四爷必定驻扎在城外。你一定要想法子出宫，帮我送封信。什么事啊？这么要紧？你不用知道的太多了。我要是不知道的话，怎么当差啊？也许就是阿布说晴儿偷了他的金戒指，晴儿不认。我可不能让他们又吵又打的。格格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希望是我多虑了。
不过，這封信不得不送。蘇沫兒，你一定要幫我。前面就快要到了，你準備怎麼說？哥，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啊，你還猶豫？別再說了，讓我再想想。哥，哥。贝勒爷，这位丫头说她是府上福晋差来请安的。没错，到外面守着，不相干的人不准进来。是。苏沫儿，你好吗？玉儿好不好？嗯。你看手这么冰，这一路跑来累了吧？坐着。十四爷。我没工夫跟您闲话家常了。我这次来啊，格格要让我带封信给您。耳遇之事，彼已得知，亡羊補牢猶未晚，誤導羅網回天南。格格說，這事兒太嚴重，我還是不知道的好。所以只讓我送了這封信來，他還說，您看了這封信，如果看不懂，那是最好。如果我看得懂呢？如果您看得懂，他說您千萬不要做糊塗事兒。他是這麼說的嗎？嗯。我雖然不知道十四爺要做什麼糊塗事兒，不過我勸您，要聽格格的話。貝勒爺，如果沒有要緊的事情，你明天再來吧。就是有要緊的事情才要來嘛，你讓開。哎，貝勒爺。十四叔，禮部傳諭，明日交營大軍壓後，我們只帶一隊親兵先行前往。這是？她是我府裡差來請安的丫頭，問我何時到家。哦。奴才給貝勒爺請安。哎，好像有點眼熟啊。是宮裡陪嫁出來的，也許你見過。哦，快回去，告訴福晉，他要說的我都知道了，會平安回去的。是。一切準備就緒。我會視情況判斷，要是多爾袞他還不說的話，我就以執杯為號，你就立刻開始行動，務必給我圍個滴水不漏。這。史师弟啊，辛苦了。這次的勝利對我大金國來說是特別的有意義。你們都是勞苦功高了，都是上蒼的護佑，大汗的鴻福，令敵人不戰而降。好，史師弟，還有沒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呀？大汗放心，一切妥當，不勞大汗操心。既然無話可說，岳托，朵朵，韩父若是看見你已經能領軍殺敵了，心裡一定會很寬慰的。
謝大汗賜酒。豪格，儿臣在。好好给你2位叔叔多学習讨教讨教。谢父汉赐酒。多尔衮，我的好兄弟，多謝大汗赐酒。大汗，多尔衮有失面子，请大汗恕罪。何出此言？起来说话。多謝大汗。启禀大汗，察哈尔为表归顺之诚，特献宝物。哦，是什么？据称是秦汉传至元王后失踪已久的历代传国玉玺。传国玉玺？你怎么在捷報裡未曾提起過？非但在捷報中未曾提起，連全軍上下多爾衮都刻意隱瞞。為什麼？傳國玉玺是何等重要的寶物，我擔心這事情一旦傳出去，忠於察哈爾的殘軍或有所圖謀的部落會趁機搶奪。雖然說寶物有大軍的守護，但凡事只怕萬一。萬一保護發生了什麼差錯，我要如何向大汗交代呢？多爾衮前思後想，只有暫時的隱瞞，免得節外生枝。但是多鐸卻急於向大汗報喜，我們為了這件事情還吵了一架。因為我想，專使在回來的路上，萬一發生什麼不測，消息還是會洩露。好，起來吧。多爾衮深知責任重大。日夜守護的傳國玉玺寸步不離，寢食難安。只希望能夠早日護送回京，將寶物完好的呈現在大汗的手中。多爾衮，我的好兄弟，中原歷代君王的傳國玉玺歸我大金，象徵大汗乃天命所歸，請大汗率領我們8旗將士逐鹿中原，一統江山。14弟，你的功勞我會記得。多爾衮不敢居功，只求大汗恕我擅鑽隱瞞之罪。這乃是罪。你這份用心良苦，我賞你還來不及呢。多謝大汗恩典。万歲！万歲！阿玛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問你，你是不是與多爾衮不和？沒有不和，只是平日並不接近。平日並不接近，是不是你不太理他？豪哥，你是我的長子，外頭人難免都愛捧着你，是不是好話聽慣了，就忘了謙退虛心？事事就變得剛愎自用了。我曾經說過你呀，勇猛有餘，智謀不足。聽說你心裡頗不服氣，頗有怨言，是吧？豪哥並沒有。你母親親口說的，我還會冤枉了你？這一次，從勸降察哈爾到護送玉玺回京。多爾衮的謀略才幹，你總該見識了吧？嗯，是。豪哥，你是我兒子，我能不偏袒你嗎？
媽，你是為你好啊。阿媽教訓的是，兒子一定虛心學習，力求上進。大汗，见你这樣，我才鬆了口氣。好多天都沒見到你的笑容了。我也是今兒才鬆了口氣，今兒晚上可以安安心心的好好睡一覺了。來。哥哥，您別嚇我，到底怎麼了？就差那麼一點兒，嚇死我了！就差那麼一點兒。哥，你怎麼回事？我跟幾個都統親信都策劃好了，你……耳遇之事，彼豈得知？耳字加個玉字，你說是什麼字？喜。當我聽見豪哥傳話，交營大典那天大軍壓後，只讓我們帶領一隊親兵，先行前往大典現場，我就知道，這封信上的警告的確是真。無論事前你們怎麼策劃的，祝贝勒大臣屢次上表勸進稱帝，我思之再三，也懼之再三。子產何德何能，尚未完成大業，稱帝之舉，恐違天意。皇上天命所歸，或國寶玉璽，天意昭然，請皇上萬勿謙辭。請大汗登頂繼任，我等蒙事效忠。既然這是大家的願望，我也就不再堅持了。皇上聖明，天下之福。從今以後，我大金正式改國號為大清，改元崇德，改瀋陽為盛京。朕將兢兢業業，定國政，治禮儀，也願我八旗軍民上下一心，發揚我大清國威。吾皇萬歲！萬歲！萬萬歲！多爾衮這回征服了察哈爾，立了大功一件。十四弟用的是謀略，大軍幾乎無損，這才是最難得的。是啊，更要緊的是托皇上的鴻福，得到了傳國玉璽。得到這方傳國玉璽，正是皇上一統萬年的吉兆。好，多爾衮，來。哲哲，咱們從小看着長大的14弟，現在不但是英勇善戰，而且是文武雙全呢。朕派他掌管吏部，也是井井有條，妥當極了。皇上，14弟勤勉幹練，又屢建戰功，
你总该賞他點什麼吧？外封功臣與內封後妃是最受矚目的大事了。代善、多铎、岳托、济爾哈朗、豪格，這些都是該封王的大功臣啊。尤其是你，多爾衮，朕要封你為睿親王，加上和碩二字，以表尊榮。多謝皇上恩典。快起来，起来！十四弟啊，以後你可就是四哥的臂膀吧？嗯。朕讀三國的時候，最是向往那北魏的曹操，他那戰將如雲、謀士如雨的格局氣派呀。如今大清立國，四海歸心，皇上還怕不能戰將如雲、謀士如雨嗎？真是太好了，看来连老天爷都在帮我。嘿，我怎么这么会押宝，居然押中了2个和硕亲王？小玉儿，还不过来谢谢你姨妈？多尔衮封了亲王固然好，不過怎麼，你還不心足啊？那豪格也封了和碩親王，我跟妹妹的身份呢，仍然是一樣。嗨，我就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麼不知足的人。就拿這會兒來說，你趁多爾衮不在，在背後整治了那個丫頭，你以為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了？我可聽說了，在清貴府的那些女眷們，可在議論着呢。他們知道什麼？我好不容易得到多爾衮，哪裡容得着他們搶？就憑他，敢比我先懷上孩子，他就死有餘辜。別禁錮的好勝了啊，小心多爾衮跟你過不去。好勝有什麼錯？要不是好勝，怎麼做得了多爾衮的妻子？光你好勝管什麼用啊？別忘了這法子啊，可還是我出的呢。是啊，可是得益最多的也是你啊。哼，那倒也是。如今啊，有這2個和碩親王給我們當靠山，我阿巴亥奇不一定就輸給了那個科爾沁。皇後的寶座，如今我是夠不着。不過在妃子裡頭啊，皇上他可不能忽視了我，準把我排在最前頭。外頭那些漢大臣說，宮使都要重新營建，才能顯得出皇家的氣派。至於後宮，皇上的意思是從簡，只立中宮和東西2宮。這5宮主位嘛，姑姑當然是中宮皇後啦。皇上已經考慮過了，立這5宮主位時，也許不得不委屈你了。姑姑別這麼說，就算玉兒不得一宮主位，也沒什麼要緊的。這我可不答應，只是在次序上。你知道，皇上為什麼說內封後妃的學問跟外封功臣同樣深？就是因為後妃的地位尊卑，除了皇上寵愛的程度因素以外，還得考慮到他背後的勢力。西苑那位出身阿巴亥部落，他跟多爾衮、豪格這2位親王結成姻親，不能忽視。所以皇上打算封她為西面的臨止宮貴妃。這是應該的。還有察哈爾部落的竇土門福晉，他最先來歸，所以皇上為了籠絡察哈爾，將她封為東面的延慶宮淑妃。這也是應該的。你呢？你的年紀比那2位都小，所以封你為西面的永福宮莊妃。據5宮之末，在次序上是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這在玉兒已經是莫大的恩寵了。還有東宮那1位，照理說那1位啊，是應該留個有皇子的人了。那就應該是豪格的額娘啊。她呀，不識大體，將她升做主公啊，是壓服不住人的。這個怎麼辦呢？所以皇上還猶豫着呢，連功名都懶得想，暫時缺着。走着瞧吧，看看將來哪位有福氣的人能飛上枝頭做鳳凰嗎？你瞧，把他給氣的，為皇上生了一個長子，
连一公的正位都没有征着，多可怜了。好在皇上给豪格封了和硕肃亲王，也算是安慰吧。给贵妃娘娘、庄妃娘娘请安。快别多礼了，起来吧。豪格啊，我们才给你的额娘到脑呢，怎么你也来看你额娘来了？哦，是这样，额娘唤我过来，她可能是身子不爽。你额娘的病啊，是个心病。你好好劝劝她，想开些，千万别往牛角尖里头钻，哈。姐姐，咱们走吧，让他们母子好好叙叙。她是我府里差来请安的丫头，问我何时到家。奴才给贝勒爷请安。真的没看错？绝对不会错，明明是庄妃娘娘的侍女，14书却偏说是她府里的丫头。这事儿没道理呀！就是因为没有道理，所以才请父皇一定要查个清楚。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好几天没瞧见你，还挺不习惯的。皇上吉祥，快去倒茶。是。皇上，您在我这坐会儿，还是到姑姑那儿去歇着吧。哎，别人都巴不得我能来，就你还把我往外推呀？不是，您看我这儿正忙着收拾呢，我怕您在这儿啊睡得不安稳。去看过永福宫了吗？喜欢不？喜欢，让我住哪儿我都喜歡。其實我還真有點捨不得這屋子呢。是，是不是因為這是咱們洞房花燭的地方啊？皇上，恕奴才無狀，皇上請用茶。喲，這丫頭怎麼轉了性了？這麼拘謹了啊？姑姑說，如今這後宮裡頭人太多了，沒有規矩不成方圓。況且我們是先來的，當然應該做出榜樣。照理說，連我都應該自稱奴才呢。行了行了，這些規矩禮數做給外人看看得了，咱們自己還是一樣就行了啊。聽見沒有？莊妃娘娘要立規矩了啊！以後啊，想要出宮去騎馬，可得注意點了。奴才，舒沫兒，你什麼時候出宮騎馬了？沒有啊。沒事的，沒事的，已經過去了。大概在4月間吧，有人看你的。皇上，我想起來了，那時候我有點想家，所以就想家，那想得太厲害點了吧？馬不停蹄的只跑到城外頭去了。城外？不會吧？還有，小玉兒怎麼知道你要出城去騎馬呀？還托你去向多爾袞請安。說，誰叫你去的？去找多爾袞幹什麼去了？皇上，是我讓他去的。你？不錯，是我。哥哥，這是奴才的事兒，您別想往身上攬啊！胡說！既然是我自己決定的，當然由我自己來背。夠了，什麼事兒？快說呀！皇上，奴才確實有難言之隱，真的不能說，皇上恕罪。到底什麼事兒瞞着我？快說啊！哥哥，都到這個時候，您都自身難保了，還想為小玉哥哥隱瞞嗎？蘇沫兒，你這話什麼意思？皇上，事情是這樣的，小玉哥哥和14爺成親2年多，感情一直不好。是嗎？嗯，這事兒所有人都知道，奴才不敢造謠生事。說下去。去年年底，伺候14爺的一個丫鬟有了身孕，14爺心裡啊挺歡喜，
可小玉格格切壞了。後來十四爺出征察哈爾，那個丫鬟不知怎麼的就小產了，所有的人都說是小玉格格給整治的。這跟你去找多爾袞有什麼關係啊？丫頭小產是瞞不了的，那些流言更是攔不住的。如果十四爺回到家聽到消息，一定會和小玉格格吵得不可開交。一方面，格格希望他們夫妻和諧；另一方面，也怕他們鬧笑話。十四爺因此會無心政務，豈不是給皇上添亂？所以，格格就派我去找十四爺，先把他的氣兒給勸平了，讓他不要相信那些謠言。就算是如此，有什麼不能讓我知道的？格格怕皇上知道了，對小玉格格印象不好。您不曉得，我們格格可疼小玉格格了。她出嫁前，格格還送了一副千年瑪瑙手串給她做嫁妝呢。格格，您瞧，我早就說過了，讓您不要管小玉格格那檔閒事兒，您就是不听。現在可真是有理也說不清了。您瞧，皇上也猜疑您，皇后要是知道了，更会責怪您。十四爺啊，不見得會感謝您。小玉格格知道了，說不定還會怪您多事兒呢。您真是的，何苦那麼賢惠，事事求全，白白操心，有哪個會領您的情啊？才說要立規矩，你看看你的態度，就這麼跟你主子回話的嗎？皇上，我是想着格格委屈，替她難受啊。行了行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行了，全是蘇沫爾沒點規矩，我一定好好罰他啊。你罰他有什麼用？他又沒有說錯。事事求全，白白操心，誰會領我的情啊？我領，行了吧？嗯。哲哲，聽說有個伺候多爾袞的丫頭懷了身孕，結果小玉兒趁着多爾袞出征察哈爾的時候，把她整個都小產了，有這回事嗎？這都是各府女眷之間茶餘飯後的閒話。怎麼，連您都知道了？是不是真的嗎？這小產是真的，可是，是不是小玉兒給整治的，倒是無據可考了。不過這個丫頭我倒是見過，瘦瘦小小的，怪可憐的。只是可惜了，聽說還是個剛成型的男胎呢。這小玉兒也太任性了，原以為成了親會好些，沒想到她還是鬧成這樣。不知多爾袞心裡會不會怨恨我這個媒人呢？總有一天啊，為了您和十四爺，我會小命不保。宋兒，你知道我為什麼會硬要你去一趟嗎？我一直沒有告訴你。我猜想，那會多爾袞多半是得到了察哈爾所獻的玉璽，一直藏着不告訴皇上。可是，皇上已經知道了這個消息，布下了陷阱。多尔袞稍有一個不留神，就會掉到陷阱裡去。您是說，十四爺他藏着玉璽，要謀反？就算他沒有下決心，也絕對有這個念頭。謀反！天哪！還好，他並沒有這樣做，是你救了他一命。我想起來都後怕。罷了，用我的一條命換十四爺的一條命，也算占便宜。蘇沫兒，我寧願自己為他去死。怎麼樣，格格？我靈機一動想出來的說法很聰明吧？反正啊，小玉格格的事情本來就是真的，皇上到時候啊去問誰都沒關係。哎，蘇沫兒，真的多虧了你，你什麼時候變得那麼機靈了？強將手下無弱兵嘛。
是啊。好吧，你竟然把一个贱丫头升到只差我一阶，你真是存心羞辱我！哪个王府没有3妻4妾的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？我讨厌的人，你就偏偏抬举他，你这分明是跟我作对！我在我自己家里，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必要管別人怎麼想。我知道，你把他小產的事情怪罪到我頭上，真是莫名其妙。他自己養不出孩子，是他自己人間膚淺，關我什麼事啊？關不關你的事，你自己心裡明白。自從你回來以後，從來也不進我的房，天天讓那個小賤人來陪你，你到底什麼意思啊你？你不要開口見閉口見的，自己有多尊貴呢？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和碩瑞親王的正府進。人的尊貴不在身份，而在品格，你明白嗎？品格？那木蘭又有什麼品格？你當我不曉得？你看上他，完全是憑他那雙楚楚可憐的狐媚眼睛，長得跟大魚兒是一模一樣。我的馬不愛聽你講話，你請自便吧。多爾袞，你故意讓我不痛快，我也有本事讓你很悲慘。總有一天，你可別後悔。這漢人的棋呢，乍看很容易，怎麼越下越覺得難了呢？別看啊，只有黑白兩色棋子，規則又簡單，但是啊，這中間啊藏了許多兵法的道理啊。皇上，你還是叫月兒去吧，我可懶得上這腦筋。嗨，多爾袞和小月兒那對冤家，就已經夠讓人煩的了。他們的感情真那麼糟了嗎？都已經是相敬如賓了，你說還糟不糟啊？如果他們的感情真那麼糟了，那多爾袞做什麼事情，小月兒根本都不會知道。當初啊，把小月兒嫁給多爾袞，原本是我下的一招棋，現在看來，這手棋啊，8成又是白費了。怎麼了？這麼冷的天，你還進宮來？我不管，我不管，你也逼我做主。多爾袞他的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了！小聲點，皇上在冬暖跟歇午覺呢。來，慢慢說，你又怎麼了？對我不理不睬，對烏蘭卻又封又賞的，他存心要氣死我！烏蘭這個小賤人，自以為得了勢，等多爾袞一出門，你看我怎麼整治他！夠了，他那小產的事兒，鬧出了多少閒言閒語啊，對你名聲也不好啊。我怕誰呀？我是和碩親王的正府進，整治個臭丫頭算什麼？這烏然如今不是小丫頭，她是側福晉，上的族譜，入的玉牒。你別再瞎胡鬧了啊，小心扯出點什麼事兒來，我都沒法來幫你。你放心，我不會整死他，我要讓他呀，活着比死了更難受。皇上您醒了。小月兒叩見皇上，皇上吉祥。你先下去，我來勸勸小月兒。是。今兒個私下見了你的模樣，還真的不敢領教啊！你這無法無天的模樣，怎麼個當家理事啊？我是火大了些，可還不是讓人給毆的嗎？從前幾次我問你，你都說多爾袞對你很好，多爾袞整天做什麼事兒你全都知道，怎麼？看來你是騙朕的。不，絕不是，我怎麼敢騙您呢，皇上？本來嘛，多爾袞是對我挺好的，可是就是烏蘭那個小賤人，破壞我們之間的感情。哎，那也要怪你不懂事吧？你要多為多爾袞着想，也不至於鬧成這樣。那誰又來替我着想呢？大汗，哦不，皇上，你如今都是皇上了呀，沒有誰敢違背你，我求您就幫幫我，命令多爾袞對我好一點吧。
這是夫妻感情的事兒，你不受教，誰都幫不了你。這回好在是莊妃救了你，下回你就自求多福吧啊！皇上，您说什么？大玉儿她……莊妃找過多爾衮了，勸他別跟你為難，否則你以為多爾衮就肯這麼善了了嗎？我當是誰？原來是他。大玉兒會勸多爾衮別為難我？呸！我看多爾衮就是聽了他的挑唆才對我……胡說八道！我沒有胡說八道，皇上，您曉不曉得，烏蘭相貌長得不算出色，那多爾衮怎麼會看上他的呢？這我哪曉得啊？還不是因為他那雙眼睛，長得像足了大玉兒。多爾衮一直對大玉兒念念不忘，何止是念念不忘啊，簡直是刻骨銘心了。出嫁前，大玉兒對我說，他們同在皇後身旁長大，難免要比別人熟慣一些。可是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，心裡早就沒有什麼了。如今他說他們跟兄妹一般，我相信了，可是我也上當了呀。當初他還送什麼瑪瑙手串給我添嫁妝，哼，誰要他的東西？假仁假義的狐妹子。為什麼沒人告訴過我？這種事情是要有證據的呀。況且皇後袒護着他，有誰敢多嘴呢？我不相信，玉兒會跟多爾衮。你以為大玉兒沒把多爾衮放在心上嗎？錯了。1年多前，多爾衮爭多羅特部回來，皇後命大玉兒來送賞賜，他們倆還把我撇在一邊，獨自在馬廄外邊，有說有笑，嘀嘀咕咕，是眉來眼去的，簡直要把我給氣死了。皇上，您別這樣，怪嚇人的。我再問你一次，你剛才說的可是真的？當然是真的了，我為什麼要污衊大玉兒呢？我要是污衊了她，不也害到了多？皇上，我求您了，皇上，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這話是我說的，否則多爾衮說不定會殺了我的。難怪我用作伏兵的這招棋不管用，原來人家的另一支伏兵早就在我身後都布好了。这回真的錯了，我這回真的錯了。你什麼都不在意，就意味着你並不在意我為什麼就捉摸不到你的思緒，就因為你藏着、瞞着，在你心裡最深處獨自偷偷地想着、瞅着。我這麼信任、疼愛你，難道你不明白？我渴望的全部的你的人，你的心，可是你的心很久很久以前就給了別人了。來，你快過來嘛！你過來跟我看一看。你看，我對這些沒有興趣。哎，是我賞給烏蘭的，你也沒有興趣嗎？你又想耍什麼花樣？我已經想過了，烏蘭的事雖然不關我的事，可是說起來畢竟是我照顧不周嘛。之前我罵他，也是生氣自己被冤枉，我真的沒有什麼惡意的。算了，我不跟你計較。哎，多爾衮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絕不會有心害人，更不會有心害你的。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？這麼嚴重嗎？我怕。只要你不是有心害人，有什麼怕的？我絕不會有心去害別人，為什麼別人總會把我逼到絕境呢？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。我尊重你是福晉，我尊重你李家的權利，可是你要尊重你自己，不要做出讓人看不起的事。
多尔衮，无论如何，你要看在我对你一片诚心的份上，我无论做错什么事情，我求你都不要怪我。这白子想围掉这一片黑子，却没想到黑子在这儿出人意外的埋伏了一个伏兵，忽然之间杀的这片白子是措手不及呀。皇上，歇着吧，别那么入迷了。如果这白子，看来真是入迷了。这多尔衮跟玉儿，他们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偶然间听小玉儿跟我说，他们之间……小玉儿说什么了？瞧你急的，真有那么严重吗？啊！当然了，他们从小在你身边一块长大的，自然比别人要熟惯一些。啊，是啊，其實那都是小時候的事情了。那這麼說，你是知道的，他們之間確實有過什麼，是吧？哲哲，你瞒得我好啊！皇上，我不是故意瞒你的，只是因為我不想無事生非。就算他們曾經彼此有點什麼，如今都已經是男婚女嫁，一切早就時過境遷了，還替他做什麼？真的是時過境遷嗎？我嫁給你這麼久，你連這點也不相信我嗎？我是怕你被人蒙騙，就像我一樣被人蒙騙了。玉兒跟了我這麼多年，她的為人我還不清楚嗎？還能蒙騙得了我這麼多年？她就算能蒙騙得了我，難道她還蒙騙得了你嗎？皇上，你想想，玉兒自從伺候了你，難道她還不夠盡心盡力的嗎？她哪裡做事做錯了？哪裡規矩短了？若非如此，你又怎麼會寵愛她呢？當她是後宮第一謀士，我就是擔心這個，萬一我這麼信任她，她背叛了我，跟多爾衮兩個暗通款曲，幫着她跟我作對。那我也疼愛多爾衮，你也來懷疑我好了。你還別說，我還真有點懷疑你。好，讓我實話告訴你吧，多爾衮當初根本就不願意娶小玉，是我讓玉兒去勸多爾衮的。他二話沒說，前去相勸，多爾衮這才答應的。這麼做，還不都是為了你嗎？是嗎？千真萬確。皇上，要不要我發個毒誓？不是我袒護自己家的侄女，玉兒伺候皇上，無微不至。幫助我盡心盡力，對待宮中上下面面俱到，長輩疼他，下人敬他，他哪一點能挑得出錯來？我不知道小玉兒說了些什麼。皇上，你也不想想，小玉兒那脾氣，準是和多爾衮鬧了別扭，才遷怒到別人的身上。皇上居然寧可信小玉兒，卻不信玉兒。想一想，我也忍不住為玉兒感到寒心。
皇上吉祥。皇上吉祥。皇上下朝了。行了行了。啊，慧哥，在，去给皇上热杯奶茶来。是。这几个丫头还好使唤吗？宫里地方大，要不要再添几个人手啊？人手已经够了，再多也是浪费。哟，这么节俭呢？真该派你到户部去当度支大臣，国库啊一定会更充裕的。皇上又拿我開玩笑了。在幹什麼呢？又是三國，讀哪兒了？王司徒巧使連環計，董太師大鬧鳳儀亭。董卓和呂布，你覺得貂蟬心裡，他究竟愛的是誰呀？貂蟬是王允派去離間董卓和呂布父子的，恐怕他誰也不愛。那如果說沒有這個離間之計，這兩個人又都真心愛着他，那貂蟬該選誰？董卓蠻橫殘暴，呂布三姓家奴，人品低下，我猜他誰也不會選。又如果說這兩個人人品都不低，一個是雄才大略，權傾天下，一個是文武雙全，年輕秀發，那他該選誰？皇上是說他們倆都有可敬可愛之處。如何？啊，茶來了。趁熱喝吧，暖暖身子。你還沒回答我，如果情形真像我說的那樣，貂蟬該選誰呀？我又不是貂蟬，何須發這個愁呢？況且，真像皇上所說的，如果這樣，如果那樣，那三國豈不是要改寫了？你這個小機靈鬼，也有你不知道該怎麼選的時候。皇上出的難題，玉兒實在答不上來。聽說皇上最近迷上了漢人的圍棋，何不教玉兒下下？教會了你，反倒贏了我。怎麼會呢？玉兒是贏不了皇上的。我知道你會怎麼做，你會用心的去學。因為你如果棋力太弱的話，我會沒興趣跟你對弈。然後在下棋的時候，很小心的保持輪流占上風。最後在關鍵時刻，假裝來個疏忽，只好棄子投降，讓我格外的開心。玉兒啊，玉兒，你是贏不了我，但是你會很巧妙的怎麼都贏不了我。你說，最後輸的是誰呀？再敬四哥四嫂一杯，願皇上正宮康泰，四嫂順心如意。好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四嫂願你們夫婦同慶，一家和樂。多謝四嫂還記得我的生日，不怕您笑話，家裡正鬧得雞飛狗跳。我還愁得沒處可逃呢。啊，別提這個了，你們兄弟倆都已經喝得不少了。來，小面饽饽，趁熱吃吧。以前每年過生日，四嫂總少不了賞我這道點心的。以前每年你過生日，還有一個總少不了的人吧？看，說着說着人就來了。皇上吉祥，皇後吉祥。14爺，玉兒，今兒是14弟的生日，不敬他一杯酒？我敬14爺。謝謝娘娘。
這酒太烈了。哎呀，要真喝醉了可不好，回去不定又要惹什么事儿了。我去把去年自酿的那坛山葡萄酒取来。14弟，你别着急，别紧着灌啊。哎，四嫂，你先别忙着，我少喝点就是了。啊，不麻烦了，你们坐着吧，陪皇上说说话。玉儿，改天呢，得教教小玉儿，怎么能拴住丈夫的心呢？省得咱们14弟整天的耳根不净，被逼得几乎都无路可逃了。怎么拴住丈夫的心？我可不懂，怎么教人家呀？你不懂，你是怎么拴住我的心呢？皇上怕是喝多了吧？哎，我真得好好谢谢科尔沁了，给了我一个这么举世无双、玲珑剔透的玉人，真是让我享尽了艳福。14弟，改日叫科尔沁再给你寻个一模一样的美人来，保管你满意。既然是举世无双，又哪里去找来一个一模一样的呢？皇上真的喝多了。哈哈哈哈！今儿啊，喝得痛快，真想学曹操横槊赋诗了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为君之故，沉吟至今。多尔衮不是贤才，皇上用不着为我沉吟至今啊。谁敢说我一手培植出来的弟弟不是贤才呢？啊！皇上志在千里，麾下人才济济，将来必然是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好，天下归心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呀。14弟，说说你的志向吧。我，我一辈子伤心人，再也不能痊愈了，何以解忧？杜康，好了好了，快换酒吧。远远就听到你们兄弟俩的舌头都大了。这是用长白山野生葡萄釀的酒。今这酒實在是太烈了。我還有急事要處理，你們坐。去就來。